環境保護署數據，廚餘佔都市固體廢物的1/3，每日約有3600公噸廚餘被送往堆填區，其中嚟自工商業及住宅區的廚餘各佔一半。喺成因方面，香港嘅飲食文化豐富，外出用餐比較普遍，餐廳同酒店亦都經常會提供大量嘅食品，導致會有浪費嘅情況出現。消費者亦都偏好一啲新鮮食品，而超市同街市都經常抌一啲未出售嘅新鮮食品。好多家庭同埋企業亦都唔會將一啲廚餘分類，而係選擇咗直接去抌咗一啲廚餘。而且香港本地嘅回收設備亦都不足，廚餘回收設備有限，處理能力不足，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回收效率。喺環境影響方面，堆填區壓力呢個會影響到堆填區嘅壓力增加，大量嘅廚餘加重咗堆填區嘅負擔，縮短咗佢嘅使用壽命，而且亦都會導致到溫室氣體排放。廚餘喺堆填區分解產生甲烷，加劇氣候變化。而經濟影響方面，我哋處理啲廚餘亦都要需要到成本，處理大量嘅廚餘會增加政府嘅開支，最終係納稅人負擔。而呢個亦都係一個資源浪費嘅行為。廚餘入邊嘅有機物可以利用於生產肥料或者能源，直接抌嘅話會造成一啲經濟上損失。咁香港嘅廚餘問題就好嚴重嘅。根據環境保護署，單喺2022年呢，就每日就有3300公噸嘅廚餘產生，喺呢個11000公噸左右嘅固體廢物裏面，就有3300噸。而呢啲廚餘多數來源於係家庭餐廳酒店、街市、食品製造等等。啲廚餘嘅堆積呢，就會產生甲烷嘅，對環境氣候都有變化同有負面影響。更重要嘅係佢就佔領咗好多空間，特別係堆填嘅空間。好多家庭同埋啱先餐廳嗰啲對食物浪費嘅認識係唔夠嘅。佢哋對於廚餘嘅處理方法都係認識係不足嘅，或者話佢哋就唔去處理，冇去處理到。就算政府同埋非政府組織推出咗好多嘅措施嚟提升公眾對廚餘問題嘅認識，但係唔足夠嘅。依然廚餘問題加劇咗堆填區嘅壓力同埋環境污染咗，所以就有幾個方法去處理廚餘啦。例如將廚餘轉化為堆肥啦，例如雞蛋殼左右，就可以促進植物生長，冇浪費到資源，仲可以有一啲作用啦。又或者收集廚餘去環境保護署嘅廚餘回收嘅設施嗰度處理啦，轉化為其他嘢。都可以食物捐贈啦，唔單止唔會浪費到，仲可以俾到有需要嘅人。解決廚餘嘅問題呢，需要政府同市民嘅共同努力去實行先得嘅，就係得政府去做一啲提高意識嘅活動係冇用嘅。透過呢啲有效嘅處理方式同埋教育，先可以減少到廚餘對環境嘅影響。